看我来，一起斩杀回旋，领跑追踪你的定位，肉体灵魂一脉全都破碎，烈血燃老自不气馁，抬头望众生死无悔，不后退不颓废，拼了命无所谓，我要手持着长刀，一路向前方，点燃这一生光，照耀天地四方，热血浇熄我一身伤，不惧矗立烈火中央，放肆一场煎熬，欲要问天必高，战不不动是我一刀，毁灭天地的火我来烧。60年前，地球人降临到这片未知的土地上，苟延残喘。修仙者和凶兽才是这片天地的主角，地球人变成了猎物。还是一场兽魂都没敢知道，我真的是个废物吗？安然，你没事吧？小师叔，你又擅闯男生宿舍。我来提醒你，今天早上有我的炼丹课，记得去上课。唉，我都快被退学了，上不上课有啥用啊？安然，你放心，就算你一直没有觉醒圣魂，我也不会赶你走的。哦，我就知道小师叔最疼我了。咱们学校正好缺一扫垃圾的，走走后门应该行得通。连小师叔都开我玩笑，人间不值得啊！不值得的事儿太多了，以后就习惯了。一会儿有炼丹课，你别忘了。阿然，我觉得小师叔又变好看了。小师叔不是一直都挺好看的吗？如果改掉擅闯男生宿舍的习惯就更好了。小屁孩，你不懂，这才叫萌点。吴然，今天你先来。行。我之前炼制的丹药全都没有成功过，希望这次。修仙者入侵校园，请同学进入防空洞避难。你们都到防空洞避难。A 级修仙者入侵，全体注意 ！A 级修仙者入侵，全体注意！因为此地的特殊环境，导致人类激发出特殊的强大圣魂。修仙者发现圣魂可用作修行，是大不领情，便开始了不断的夺取猎杀行为。被破坏了！血血者又来吸取我们的圣魂了！不用担心，整座战斗城的猎仙炮都启动了，他们冲进来就是找死。蝼蚁们不必如此害怕，本仙此次前来，只为寻找乾坤之宝。你们最好老老实实把宝物交出来，否则你们谁都别想活。什么是乾坤之宝？管他呢，别怕。S 级灭仙炮已经在充能了，我先拖住战局，你们赶紧带学生撤到防空洞去。人类学院果真人多，如果圣魂都被我吸收了，增加修为，定会成为长生宗第一仙。你们以为用那些所谓科技做出来的小破玩具能抵挡住星球原住民？
可笑，不乖乖交出乾坤之宝，一个都别想活！你们这次编的理由狗血得很，想吸收我们的圣魂，那就让你有去无回，何必嘴口出狂言！这么快？就是现在！我们好像赢了，他死了。小师叔厉害，我们赢了！不对，还有一个，这气势好像比刚刚的强大。他们这次前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难道真的有什么宝物？不自量力。小师叔！这群可恶的修仙者，随口编造一个什么乾坤之宝的借口，就来行凶作恶，真是可恶！可恨我不够强大！住手！不许伤害小师叔！我让他跑，不要管我，我已经被他身上囚禁住了。检测宿主生命体受。不对，现在应该称您一声宿主大人。我真的是乾坤之宝拥有者。是的呢，初次见面，我是乾坤之宝系统神头的守护灵玲珑。系统神头，这个头子很厉害吗？当然厉害，系统神头的每一面都会有特殊技能，不过以主人现在的修为，只能够开启第1面和第9面哦。要不要赌一次运气试试呢？说不定可以逆转外界的战局。以我现在外界的状况，已经是必死不疑了吧？我愿意。恭喜
主人获得9转技能之9沙雕技能，怪异姿势100%无伤，皆非剑法宝。沙雕？你这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系统的样子啊！主人路上小心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啊！不要！我还有机会吗？喂！阿然，小石柱这么多年的存货都在这里了，应该能救你这废柴一命吧？你真死了，那可就浪费了呀！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终于醒了。他们这次好像是真的找什么乾坤之宝的，那玩意儿真的存在吗？对，存在，我就是他们要找的宝贝。就是说来了，嘿！小师叔，我帅不帅？是不是帅出天际？他竟然能徒手接剑，去死吧！命里写出的缘，是我唱不完的欢。遥望云霄烟雾，是我半世坦途。春风雨就是路，一生的梦有荒芜。可还是自己和自己，从前和现在。